阿弥陀佛，很欢喜的、开心的来介绍往生礼赞，也是我们伟大的善导大师他所做的。善导大师他就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，他讲下面这一段话很重要：设满大千佛，只过闻佛名，闻名欢喜赞。 皆当得生彼，万年三宝妹，持经住百年呢。20闻一念，皆当得生彼。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说：假设3000大千世界满大千，就是所有3000大千世界已经都着火了，马上你一碰触，马上就变成火炭了。 生命就罹难了，马上就走了。所以，就算3000大千世界都已经着火了，且表示这个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啊！这个环境呢，是多么让人家畏惧、害怕，非常的危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知道那个地方啊，跳过这个大千世界的外面那个地方，有人刚好在。 讲阿弥陀佛的佛名，阿弥陀佛要用名号救度众生。你不管你是如何对象，他无论如何就是不放弃你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你愿意持念，个个都能够解脱。你知道对方正在讲，听到这个佛的名字，人家在介绍，你必须要通过去。再怎么样，我牺牲生命，我要得到这个佛法。这种是真实的解脱大法。 我无论如何就是要冲过去，突破这个重围。我一定要听到佛的名字，听到这个名，闻名欢喜赞。我们听闻了这个名号，就是我们众生的希望了。我马上就欢喜啊！哎呀，原来佛这么慈悲，原来佛这么伟大呀！佛跟众生的关系原来这么亲密啊！欢喜啊！我们不停的赞叹，阿弥陀佛，你太伟大了。 如果你起了这个念头，大家听到以后满心的感恩，皆当得生彼，个个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生彼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彼就那个地方，什么地方啊？就极乐世界。所以，只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。 环境是对你怎么伤害，但是你无论如何，只要有对方在介绍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个功德殊胜，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冲过去。就算我命啊，我的生命会遭遇到可能不幸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舍身舍命，就是要听到。所以这一段很重要的道理，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名号是多么重要。 万年三宝妹啊，此经住百年。我们呢，各位正法是500年，相法呢，相法是1000年。现在呢，佛陀离我们现在是2566年了。那么5000扣掉这个1500年，就进入了末法年代。末法年代刚好有1万年。 末法有1万年呢，1万年过后了，还有8000多年，8000多年的以后这个时间，各位就1万年就过了。过了以后怎么三宝妹了？三宝你要看到出家人，看到道场，看到经典，已经都不存在这个世间了。你想要看到出家人吗？看不到。看到道场吗？看不到。 看到有经典佛法的存在吗？没有，完全消失了。三宝完全都消灭了。1万年就是在末法的年代，1万年以后，也就离我们现在大概应该就是还有9000年左右。这个9000年过后，各位9000年过后就进入了。 法灭年代了，进入法灭年代，也就这个万年就三宝灭，万年1万年过后呢，三宝就开始慢慢走下坡了，慢慢的各位人都不信仰了，变成一个大家完全没有恭敬心，完全没有善根，所以那时候三宝已经消失了。
此经住百年。但是什么就是此经呢？就是指《无量寿经》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在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你念佛，阿弥陀佛要救你，就是讲这部经，就《无量寿经》。只要他住百年，这部经呢，永远留在世间，什么经典都消失都不见，唯独哦，单单只有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呢，继续留在世间。百年的是什么叫百年？百是圆满的意思，是圆满，圆满呢就长长久久的意思。所以这部经永远跟众生在一起。20闻一念，那个时代啊，那个年代。那个时候，大家众生如果听到以后，哦，我要念佛，阿弥陀佛就救度你哦，就给你希望，给你将来，给你解脱哦。听了哦，那时候听，马上就一念，那我们念出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出这么一句阿弥陀佛，皆当得生彼。那个年代的众生，只要一念，马上也能够往生，有资格可以跳脱，能够顺顺利利的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这一章有没有重要啊？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！这一章，告诉我们，原来在法灭的年代。现在还有9000年以后，我们就进入了法灭的时代了。那时候法灭的时代，众生啊，福报很浅。各位，我们人的寿命呢，只有10岁，我们人的高度只有1尺。你看，很多水灾、火灾、瘟疫啊，饥饿，什么东西都没得吃，大家叫苦连天。每天呢就是挨饿受冻。各位，那种年代你要听到佛法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如果你能够那个时候，代表我们这个善根非常的浅薄，罪业非常的深重。但是那时候的人，只要一个念头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，也能够往生，顺利的往生。所以由此可见，佛的慈悲不但正法要救你，相法要救你，你在末法年代要救度你，更是他把它延后。就算在法灭年代的众生，他仍然给他创造这个平台，给他这个机会，给他这个希望。只要你念佛，佛就救度你。所以阿弥陀佛跟众生的关系缘深不深呢？太深了。缘太深了，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，非常非常的追念的阿弥陀佛，你对众生的这种慈悲啊，设想的无微不至，太周到了，太圆满了，我们很感恩。所以阿弥陀佛是我们众生唯一的希望啊，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这句佛号，好好的抓住，对不对啊？这样才不辜负了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期待啊！阿弥陀佛。